关于画面中的这个十字架，有一个小故事。记得那是在我刚信主的时候，有一天傍晚，我从教会里出来开车回家，走到半路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突然不想回家了。于是我又回到了教会附近。天黑了，又下着雨，我打着伞，低着头，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。忽然看到一个沾着污泥旧旧的十字架躺在脏乱的垃圾桶旁边，我心里觉得很难过，因为十字架对于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，怎么可以被扔在这里？我捡起了这个十字架，用干净的纸巾把它包起来，心里对他说：我们一起回家吧。从那天起，这个十字架就一直陪伴着我。也是从那天起，刚信主的我开始和主建立起了亲密的关系。主耶稣让我知道，他看到了我的心，他明白我在乎这个十字架是因为我在乎他。他知道我在叩门，在寻求他，他为我打开了门，也让我找到了他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主知道我们的每一个选择，也知道我们心里有没有把它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。在生活中，我们有很多需要的，也有很多想要的。我们究竟是在乎这些物，还是在乎那厚赐万物给我们的主呢？主会用他的方式来回应我们爱他的心，我们可以真实地感受到那种奇妙的互动关系。我无法用言语形容主的爱是多么的甜美，只要你愿意相信和接受，你的亲身经历就是最好的证明，那胜过千言万语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